你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因为伊的主爱永远伫地。耶和华所救赎的，着讲这话，就是伊对着手中所救赎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即摆要来吟诗阿罗上帝圣诗第54首，同心阿罗天平。请会众起立来吟全首。会众请坐，咱即马安静心三甲来做祈祷。亲爱阿爸爸上帝，伫过去的一年中间，阮经过了春天的花开、热天的温暖、秋天的凉风、冬天的寒冷。阮也经历了欢喜的时阵，嘛有经历过目屎满面的时。阮有三自责的时，嘛有分别的日子。阮嘛有人享受成功的滋味，嘛有人拄着失败的痛苦。阮感谢你，伫创造这大自然中，阮经历甲体验主你的疼，甲主三交陪。伫中间，阮明白主的旨意，超找主的恩赐。
阮回头算小这一年的稳定、健康、平安，就是阮上大的祝福。你无应允阮每一个祈祷，但是你供应阮当时每一个需要。你清楚阮想要爱的好处，甲阮想要爱的帮赞，而且赐落上好的互阮渡过命里带来的试探，看见每一个生命成长。阮要感谢主，今日圣的主日，阮无独独为着需要才来祈求，阮是为着听主，所以要甲主三亲近，伫心灵甲生活中甲主三拄。每一届的祈祷，阮无搁祈求，决定爱主你徛伫阮即边，阮要谦卑望甲主徛共边。互阮毋是干那祈求做一个成功的人，确实要真做一个会使荣耀主的人。求主赦免阮，互人看见甲稳重的罪过，赦免阮真做别人生命中的伤害甲阻挡。阮冷淡对待有需要阮帮赞的人，赦免阮常常借口推迟为主服侍做工的机会，赦免阮袂使饶恕别人的辜负。阮常常因为别人的软弱，反正做阮甲主中间信心的窒碍。赦免阮传福音的时，常常带着审判甲定罪的意念，互人绊倒。求主赦免洗清阮的罪，互阮离开这个歹，互阮恢复受创造迄时的美好，互阮搁较亲近你，搁较像你的模样。伫阮不断伫罪恶中，阮已经看见主你极大的忍耐甲疼心，互阮伫绝望中带着望，审判中阮从拯救、定罪中流出恩典。因为你已经先疼阮，互阮的罪完全得到接纳。求主，互阮有能力去疼遐无可爱的人，互阮有气力去饶恕遐伤害阮的人。求主伫家庭中用同心来修补其中的逼痕。求主照阮的信心若偌大，就施落偌大的医治伫阮的病痛的身躯面顶。求主照阮真正欠缺的钱财来供应阮的需要。求主伫阮心内忧闷的兄弟面前施落你的安慰，拭掉阮的目屎。阮安尼拄着这一切挑战，拢是主你要互阮甲你有较深的认捌、较深的交陪。今仔阮要替阮教会牧师有意向来带领信徒来祈祷。阮毋是干那做即马简单的工课尔，爱引带阮做对将来宣告有路用的工课，领受共心的异象，领受圣神的充满，同心敬畏上帝，彼此相听，建造一个同心服侍的教会团契小组甲诗班。复兴主的国度，互得救的灵魂日日加添，互阮固守主所交托的产业，有智慧来管理阮的事业体，扩大阮的境界。阮若共心意爱伫新生命的收割，阮就袂计较阮的付出。公义的主，你要纪念阮每一个人无怨言的付出。若是有持续努力，无失志，到时阮就要修成满满。今日蔡牧师要来宣讲共心的意向，求主互听讲的拢有圣神的充满，正做正面宣告的力量。阮安尼祈祷无够呀，阮即马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来祈祷。
即马咱要来三甲启应，启应文第6篇记载伫圣诗后面第8页，启应文第6篇诗篇第23篇，我要来启，大家来用。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伊互我的灵魂静养。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因为你甲我伫地，伫我对敌的面前，你用油抹我的头壳。恩典甲慈悲的的确对我到一世人。咱即马要过来吟诗学罗上帝，圣诗第43首，人对我讲，打咱来去，会将起立来吟全首。会众请坐。今麦献歌队要引带咱来学罗上帝，因要献的诗是咱对基督的恩典得到合一。Oh
圣歌对水的歌声，拢归荣耀互咱的上帝。即马咱要来恭读主的话，记载伫新约使徒行传第2章46到47节，现代中文译本是189页。使徒行传第2章46到47节，我用现代中文译本来恭读。46节，因同心合意，每一日伫圣殿内面聚会，佮分别伫逐人的厝内面分享爱宴，用欢喜纯洁的心同齐食饭，懊恼上帝，人人保持和睦的关系。主每工甲得救的人数加添互因，愿照主旨去行，得到祝福。今日咱主任牧师蔡牧师要引传互咱的信息是同心，请大家恭敬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伫即场礼拜结束了，咱续接着要召开会员和会。会员和会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咱大家做伙来检讨过去一冬所做，思想咱过去一冬对上帝所领受的恩典，来感谢上帝。同时，咱也做伙来祈求上帝，互咱有异象，会当展望未来，而且更加同心来为着即款的目标来努力。所以，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现主时同心伫你的面前聚集，用恭敬的心，要来领受你的话。恳求主，你保守看顾阮的心，互阮的心柔软，会通接纳你的话，请做阮生命的帮助。主啊，阮也将阮的教会仰望伫你的手中，求你亲自帮助阮，起造一个同心合意的教会。共同为着兴旺福音、荣耀你、祝福人来努力，恳求主你帮助阮，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伫过去一冬中间，无论是国际的局势，也是台湾的社会政治，拢是充满变化的一冬。特别是咱台湾的变化，根据我真粗浅、真主观的看法。我感觉造成台湾社会变化，其实是牵涉到咱台湾人民的价值观的问题。如果咱也用一种底视，只看重眼前的利益，忽略永续发展甲国家安全的价值观，去决定台湾的未来，会互咱的国家带来真大的伤害。伫即个时刻，我要甲大家共同来思考一点，就是咱教会被呼召伫上帝面前，被设立伫即个所在，应该安怎来思考咱的责任？应该安怎伫台湾扮演适当的角色？咱被呼召来伫世间。做光做盐，就是爱用正确的信仰价值观来改变咱的社会。但是事实上，咱真正应该深深来反省，今仔日伫台湾的教会，敢会因为伫即个世代中间徛起，直到随波逐流，哪来哪世俗化？咱的教会敢会成做一个充满阶级排外的社团？咱的教会敢会简单只重视自我的成长，甲自我的富裕，来失去应该爱有的社会责任？咱的教会敢是应该倒转来？教会被上帝呼召存在的目的，
就是应该爱伫敬拜、爱伫牧养、爱伫宣扬、爱伫教育、爱伫服务，这五大方向顶面带来影响力。这是上帝呼召教会存在上界重要的目的。教会应该爱帮助来甲圣殿组织的所有兄弟姊妹，会当敬拜上帝，敬拜独一的真神上帝。教会应该爱透过不断的信仰培育，帮助信徒建立正确的信仰观念甲价值观。咱的教会应该爱伫牧养的工作承担，互所有的羊群得到照顾，互忧伤的得到安慰，互病痛得到医治。咱的教会应该爱接受咱所领受宣扬的大使命，爱伫这个社会中间报告真正好的消息。咱的教会也袂当忽略颂扬人，忽略所有的弱势，应该爱透过教会系统尽力去做服务的工作。今日双连教会设立伫这个所在，咱是领受上帝真大真大祝福、真大真大稳定的教会。咱应该爱共同来思考，毋望咱伫这五个方向，拢会当尽咱的责任，来完成上帝交代咱的使命，互咱会当真真正正真做荣耀上帝、服务人群的一个团体。牧师对2016年来到教会，我就真心毋望将咱的礼拜的信息会当真认真来负责任来准备。咱伫2007年，牧师有开始一个系列的讲道，叫做《爱的真谛》的系列。2008年开始另外一个主题，就是木星系列。其实这两个主题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帮助大家建立正确的信仰的价值观念，互咱对咱的心灵开始来改变，互咱的教会当整个来改变。我需要伫教会中间推动查经班、祈祷训练的课程，拢是期待咱的教会本质会当被确定，互咱袂行偏去。咱伫过去，咱做伙伫圣乐同工的协助内底，做伙来学习敬礼拜的一个态度。咱的圣乐的同工真认真的服侍，无论咱的圣歌队，也是咱的敬拜团，就是咱其他的诗班，牧师发现拢有真大真大的进步，互咱伫真好准备的下面来敬拜上帝。咱伫过去几冬的中间，咱伫无共款牧区的牧长、小组长同工的努力下面，来牧养上帝的羊群，互更较侪信徒得到关心。但是这是一个全体的事工，这毋是干那靠几个这个牧师就当完成的。咱来做伙来参与，互咱这个关怀的事工会当更较落实。咱伫过去的几冬中间，咱举行无共款的训练课程，特别是查经班以及牛埔庄讲义所对外的课程，佮有教会中间有真职的，无论是儿童还是成人助理的老师，拢真认真咧投入装备信徒的工作，互咱的信仰的品质哪来哪提升。咱教会真特别的是，咱有设立教会甲社会委员会，透过教会甲社会委员会所进行的各项事工，去关心社会中间需要关心的弱势团体。咱教会也有设立几个机构，幼儿园、安养中心，佮新增的社会福利基金会，拢咧透过咱这机构推动的事工，做服务弱势的工作。咱伫各牧区甲小组中间，拢有活点的事工。
咱也积极咧调整爱望的事工作。咱每一礼拜资讯传播的同工，利用媒体，拢尽力要将福音传出去。而且，咱的总务的同工嘛真积极，将硬体设备处理好。甚至咱若咧无用的时阵，逐礼拜拢爱开会，互教会会当有更较好的环境，更较运用更较济的资源，互真侪人领受大的祝福。虽然伫过去一两冬的努力下面，咱教会有淡薄进步。咱今仔日等下每一户拢会当摕到一本和会手册，内底有记载咱几冬的改变。牧师甲大家分享几个数字。咱的本堂的礼拜的人数伫去年有一个重要的突破，就是咱的平均的聚会人数咱伫本堂4堂的礼拜的平均的聚会人数已经突破1000人咱平均是1012个人这是有一个淡薄仔进步咱第3支的礼拜人数嘛真稳定咧持续咧进展中间。咱伫即两冬的奉献2017年的奉献，甲2018年的奉献拢有比过去较进步但是牧师要诚心对大家讲咱的奉献抑阁无法度应付咱的支出拢有小可无不足的所在，这是咱爱更加努力的部分。所以牧师今仔只会当用简单的短短时间，简单甲大家分享。咱过去伫咱正当工甲上帝恩典下面，咱教会有进步淡薄仔，但是抑阁有真济有可能进步的空间。牧师期待透过今仔日的圣经的经文，甲大家讲一个进步真重要的关键，就是咱爱同心合意。今仔的经文是《使徒行传》中间真重要的经文。咧表达教会生活中间一个真重要的特质，就是同心合意。因为同心合意会带来真大的改变。咱若注意读福音书的时，咱会发现，伫圣经中间，耶稣的门徒原本就是无共心的因跟对耶稣，其实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目的。因知影耶稣是一个有能力。嘛，相信伊是弥赛亚，是基督，是君王。但是因对弥赛亚的理解甲真实的弥赛亚是无共款的。因认为耶稣，因会当靠着耶稣基督的能力来赶走当时失明的罗马政府，来打败罗马政府，然后复兴以色列，然后耶稣就让伫即个新的国度内底做王。因为即款的误解。所以，因中间充满了真侪问题。因常常想着家己的利益，因咧想讲我若耶稣做王了，我会当伫这个国度中间得到一官半职，所以因着跟对耶稣基督。咱拢知影门徒中间有一对兄弟雅各甲约翰，因伫耶稣要上耶路撒冷的路上，因着请因的老母出面对耶稣讲将来你做王的时阵互我这两个囝伫你的国度内底，一个坐正边，一个坐你的倒边。所以因一直也咧想讲，因要做官，要做大。所以因伫耶稣受病迄一天暗时，因门徒中间有缘咧争论，啥物人要做大。所以当时阵因是无共心的，是各怀私心当耶稣必定是被过了。门徒自然而然就四散分开，因为愿望完全破灭嘛。因想讲耶稣会做王，无想到耶稣被钉伫十字架顶，一直到耶稣对世人中国我对因显现了，因才搁一遍回来到主的面前，而且同心做伙，推动上帝国的福音事工。咱看见了，使徒因对无共心到共心，对无合作到合作。互整个人类的历史，因为安尼来改变、来反转。亲爱兄弟姊妹，咱看见着即款的改变是非常非常大。咱来看当时阵的改变是安怎？
咱今日所读的圣经才是《使徒行传》的一段记载。路加医生只用几十个圣经记录当时教会的情形，已经将迄教会迄种和谐合一、三听的生活描述了真清楚。伊讲因逐工同心合意，因为因逐工同心合意的组织，结果上帝将得救的人日日加添予因。所以同心所带来的效果是，上帝恩典降临伫因的中间，上帝互得救的人数加添伫初代教会中间。这是同心合意所产生的力量。其实咱拢有一个期待，咱少年教会会当不断成长进步。请大家注意，圣经的原则就是同心合意会带来成长，毋是单单是量的成长，也是质的成长。只要同心祈求，就上帝应允伫咱的中间。耶稣捌安尼讲过，伊讲：若是恁中间有两个人伫地面上同心合意，求什么事，我伫天顶的爸的确为伊成全。牧师是真实期待，咱也经历圣经中间所讲的，主将得救的人日日加添予因即款的恩典。其实咱若同心合意，咱会当带来真大的快乐。牧师举一个例就好，嘛要顺续学老大家。前一阵牧师伫讲道的中间有提起着我一个烦恼，对无？我讲咱伫即个圣诞节的节期的中间，咱有甲诚品书局合作，要观测去庄脚的所在，去偏乡的所在，或者个即个偏乡的这学生会当有真济这读册的这册会当读吼。牧师有讲到讲咱来推动一两个月，较无100本对无？结果迄礼拜牧师讲了吼，2天尔咱就无700几本啦，700几本。大家毋通想讲这是小可代志哦。即摆这700几本册，已经拢送去到偏乡的所在。你看一个所在一个所在，按去轮流，咱看咱所管的这册，会带互真侪这偏乡的学生真大的祝福。所以其实咱若共心，将咱的力量集中出来，咱会当带来真大的稳定甲祝福。所以咱爱学习安怎去带来同心合意。今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4个原则，咱做伙来学习。第一个，咱来理解领袖异象，而且是共同的异象，会当互咱同心合意。咱看去《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耶稣对门徒安尼讲：圣神临到恁的时，恁会充满能力，要伫耶路撒冷、犹太、甲撒玛利亚全境，甚至到天涯海角，为我做见证。耶稣咱交代这使命了，因为责任了，耶稣就上天。当耶稣上天了，就是即群门徒领受这大使命。了，因着做一件代志，咱看见着，因有一个变化。伫即个第1章的13节到15节讲，这门徒因入了城，像了因所住迄个楼房，伫遐，圣经中间讲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等等这个门徒，搁一遍组织起来，大家常常做伙同心祈祷。咱注意，当因领受使命了。因做第一件代志，就是因同心祈祷，因为着这个共同的使命，同心祈祷。后来圣神降临了，因就充满快乐，因为因的同心祈祷，圣神降临伫因中间，因就互初代教会大扩展出去。所以有一个异象，有一个使命，会当改变一个人，也会当改变一个团体。使命会当互人伟大，异象会当互一个团体同心合意，互这个团体更加伟大。牧师将今年的主题定做培养信徒灵命，塑造教会文化。牧师期待用祈祷甲读圣经的操练，
来培育教会兄弟姊妹的灵命，然后对安尼来塑造咱教会的文化。因为一个团体吼，讲一个企业、一个团体、一个组织，拢有伊的文化。有的是好的文化，有的是无好的文化。每一个所在的人，每一个国家拢有伊的文化。如果咱会当透过咱灵命的培养，塑造一个真好、合乎上帝心意的教会文化，安尼我相信上帝大大使用少年教会，诚做伊真好的器具来用光伊来祝福人。所以，咱也爱尽心去透过信仰的栽培，就是查经甲祈祷，互咱教会真真正正是一间透过祈祷甲读圣经，追求上帝心意的教会。咱今年会进行真济无共款的事工，我需要简单用短短的时间甲大家分享吼，几个较重要的改变。其他的事工拢会持续去进行，咱国委员会拢会真认真。牧师无摕到，毋是表示咱无要做，咱有真济拢会进行吼。牧师要甲大家分享几个改变吼。第一个，咱伫牧养事工的顶面会做一个调整吼。咱伫即几档阮的服侍中间有发现到，吼，儿童甲青少年的事工其实有足大的关联啦，因为青少年是对儿童成长起来，而且用青少年去关心儿童，是真好的一个工作，而且互青少年有真济服侍的机会，所以阮是决定，我要伫今年中间将即个青少年甲儿童的牧区会当合并。而且伫下半年，咱会精聘一个牧师，也是传道，也是一个同工，为配合即马现主是青少年牧师、培牧师，的带领，互即个事工会当更较好进行。另外，也感谢上帝，咱有一个机会咱伫去年底，咱租到隔壁的厝，隔壁的厝就是咱是111号嘛，隔壁是109号，就是过去肯德基迄个厝体，咱有租用即个厝体，楼顶2楼甲3楼，咱要做儿童主日学甲青少年活动的所在，以及周间的时阵会当做真侪小组聚会的所在。1楼的部分，咱会设备一个所在做社区宣教的事工。这是互咱教会会当有真好因为1楼的所在当马上接触到咱社区的百姓，社区的遮个人这是一个真好宣扬的一个机会，但是嘛需要大家做伙来努力，做伙来参与，所以这个有一个改变。圣灵牧区的部分伫熊牧师离开了后，咱就有一个空缺，所以咱伫今年伫5月份开始，咱会精聘红秀青团队来协助咱做这部分的牧养，而且咱会举办各牧区的聚会来增加牧区的牧者、家长甲小家长甲所有的出来家员的人脉甲互动，这是圣灵牧区会做一个即款的改变。咱伫3支的牧区，咱会精聘一个兼职的牧师协助缀牧师做内部的关怀甲逐项的事工。伫英文牧区咱嘛会设法互即个英文牧区的事工会当搁较甲咱的教会其他的牧区会当搁较有一个连结咱去年都有邀请迄牧师有大家讲过对无比如讲大家毋知甲物其实咱伫去年中秋节的时阵，牧师就报告讲，咱英文牧区要去分送迄个月饼解药对无大家迄天有若奉献诚济只月饼所以咱就有透过安尼的消息的互通彼此的连结，互咱教会成做一体。佮另外就是关系较重要的即个宣教策略牧师有做一个统计咱伫去年度总共来到教会每一礼拜安尼加起来咱总共有360个新朋友，就表示讲咱安尼拄起来一天有来一个新朋友啦每一礼拜拢有新的朋友来其中咱来做一个分析外地来台北佚佗的拢总157人因当然伊会转去因的故乡
啊，北京教会来，因为相关住伫台北，但是北京教会来有112人，但是其中牧师爱大家特别注意，这无道友就是讲伊未信者，伊还未去过其他的教会，有91个人，伫旧年都来到咱的教会。啊，这个朋友来到咱的教会吼，咱一定爱设法吼，将因留落来。你来想看觅，咱若一当吼有100个人左右来到咱的教会，咱拢来留落来。你看咱的教会吼，一当会当成长1成啦，10%。啊，所以咱来设法将因留落来。啊，所以牧师有上几项方式，大家做伙来配合。第一项是我爱做的，就是咱主日的信息吼，咱爱较普遍化、较伦理性、较福音性。因为有人有一个牧师安尼讲大多数的无道友拢叫牧师赶走的。为什么？因为牧师咧讲啥物伊听无啦。讲了伤深啊听无，所以就无兴趣。所以礼拜时我会将迄个讲道信息尽量讲较浅，较普遍、较伦理性、较福音性的。你若要较深的要顾较深的，你就来参加查经班。咱较浅，毋是讲迄个信息就是无好哦，毋是哦，是较简单，或者新朋友会当了解。而且咱3个月一季拢有一遍的叫做福音主日。迄礼拜是特别为着无道友准备的。咱爱做啥物？咱就爱邀请咱未信者的朋友来参加迄个福音主日嘛。譬如讲，咱3月份就有一礼拜是福音主日。牧师的传讲信息。咱爱配合牧师，就是爱带新的朋友来到咱的教会。牧师会事先甲大家讲福音主日是倒一天，咱就做伙来配合。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咱就是爱加强咱的爱梦的事工。爱梦的事工伫四牧师的领导下面，咱旧年都有做真侪修正。咱未来嘛会继续调整，互遮新的朋友真正会当得到真实的关怀。另外上较重要就是咱的小组甲团契会同工爱做伙来努力。因为新的朋友袂当永远互爱梦的同工关心嘛。经关心一个月、2个月了，咱来互伊来到咱的小组，来到咱的团契中间受牧养、受关心。所以咱来配合落来，咱就当尽量将这新的朋友留落来。另外，咱有一个新的计划因为牧师有观察无论咱的主日学即几档拢是维持伫120个。咱的聚会人数大约拢差不多伫1000个，有时较低，有时较低淡薄。为什么安尼？因为咱是有这个空间的限制。咱是每一礼拜拢伫即栋大楼内底聚会所以咱爱设法开较侪点的。咱已经有一个福气，就是咱租着隔壁，咱能将咱的主日学刷过可能无几档了会去增长出来但是咱成人的部分，牧师有一个计划就是咱爱找一寡点来开始开拓特别是咱新庄社福中心遐，咱有一个空间会当使用牧师是期待讲，伫即个小组带领会当有50个左右的同工有心的同工投入即个区域，新庄迄个区域的福音事工对遐开始来做一个即据点开始其实咱伫迄个所在已经有旧年都有聘一个社工的团队伊伫遐咧推动即个即个弱势家庭的课业辅导你也知影一个儿童来到咱的迄个所在就是一个家庭而且咱遐有咱遐历史的时阵有51位老大人去到迄个所在我知影咱中间有一寡人去遐做义工咱能配合即个地区的宣教事工做伙来投入我是期待讲伫2档内底，咱会当对50个增长到80个伫遐礼拜信息是甲咱遮相共，咱用咱的资讯同工已经会当将咱的直播做了真好伫遐做伙来礼拜伫遐有小组来关心，嘛会当有即款的成长如果即个模式若成功，咱未来伫其他的所在，伫淡水，可能伫石牌咱有幼儿园，伫遐有所在咱伫无共款的点，咱拢会当设立即款的福音的即个模式的宣教模式嘛期待咱的教会会当带互更较侪人祝福
另外海外宣教的部分吼，咱会来积极参与有心的要宣教的人，咱会当有这个机会，互因去到海外的所在来从事这个宣教的事工吼。另外就是装备的事工吼，咱伫去年都有开设这个加纳泰的这个查经班吼，总共平均吼，拢总250几个人参加，上届这时是310几个吼。牧师伫今年吼要加强这个部分，就是咱所有的灵修会吼，配合这2阶段的查经班吼。咱第一阶段要查以弗所，第二阶段要查这部分的强关福音书吼。互咱教会真正是所有的信徒拢爱读圣经吼。牧师有一个足大的期待啊！咱去年平均250个对无？期待咱今年这查经班吼，平均会当超过500个。你免怀疑，迄人就是你，你就是爱来参加，所以透过这个装备读圣经，对咱本身有利益，对咱整个教会拢有帮助，所以咱教会有这意向，咱来安怎？咱来同心来配合啊，配合了，咱教会咱同心，上帝的祝福就哪济。第二项真重要的是，咱看起着。圣神伫初代教会带来真大影响，特别是伫初代教会因的同心合意顶面，圣神彰显伊的能力。咱看见着第2章的第40到第80安尼讲使徒被圣神充满，接着圣神所赐的才能开始用别种的语言来讲，所以这听的人拢真惊，拢很惊讶惊讶诧异当中，因就讲。你看这个人讲话人，因是加利利人，为什么要讲阮所讲的话会腔口？所以圣神充满互使徒用其他民族的母语来学了上帝。这种学了带来同心合意的效果。大家唔知敢会记住，伫圣经中间创世纪有记载一段记述。就是讲早期的人类原本的语言是相共的，所以因着安那，因着同心合意对无？因做一件代志要安那？因为骄傲啦，所以安那要起一个巴别塔对无？但是上帝迄个时阵就将人的语言来分别变乱因为语言的变乱，互人袂当同心同工。但是伫即个时刻，五旬节新约的时代。大家搁用彼此听会捌的语言分享，这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因为圣神的缘故，所以因开始同心。这个同心是啥？同心是起做巴别塔后，伊是起做初代教会。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咱今日嘛期待圣神会当降临伫咱的中间，互咱会当同心合意来推动。教会圣工，所以咱来时常恳求圣神甲咱同在，互咱会当同心同工。第3项真重要，就是咱看见着初代教会，因为使徒行了真侪新约技术，人拢去对上帝有了敬畏的心，也因为敬畏上帝所以每一个人拢知影上帝的心意。因为每一个人拢有即款的明白。自然而然会形成一个同心的团体。咱想看觅，如果一个团体内底，大家拢无敬畏上帝，自然高举家己的意见嘛。若内底有过来的人意见拢真强，安尼就发生冲突嘛。若倒边来看，一个团体中间，所有的人拢敬畏上帝，拢顺服上帝，领受上帝共同互咱的意向，咱自然而然会当同心合意来追求上帝的心意。这是咱教会中间爱做伙来学习的。最后一项，咱看起着彼此相听嘛，带来同心合意。圣经中间讲，因同心合意，日日伫圣殿内底聚集，佮分别伫逐人的厝内分享爱宴，用欢喜纯洁的心做伙食饭，学了上帝，人甲人中间保持和睦的关系。咱看起着初代教会已经是一间大型的教会。虽然人数真济，但是大家透过家庭小组的分享，
互大家彼此相疼，也因为彼此相疼，大家同心合意。今仔日咱嘛是小共，咱感谢上帝，咱伫旧年度，咱聚会人数已经突破1000人，但是咱需要更加侪有负担的团契会长、小组长来帮助信徒伫小团体中间彼此相疼。安尼咱会当同心手牵手，迈向上帝所应允的稳定。我是何等期待，咱的教会亲像初代教会同款，上帝将得救的人日日加添。如果你若有即款的期待，咱做伙同心合意来拍拼，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伫你的面前自责。来透过你的话得到帮助，我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阮，互阮领受你共同的意向，也求圣神来充满阮，互阮会当敬畏上帝，也互阮透过彼此相疼来学习同心合意的功课。恳求主你赐福互上灵教会，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即摆要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甲上帝的疼。圣诗第437首，主，我要快乐的时，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请坐。伫奉献的大圣，我代表双联教会来欢迎第一届来到双联教会的内面。你若还未伫外口填留名卡，咱座位头前有留名卡，你甲你的资料填好，交互收奉献的执事，互阮有机会
来甲你欢迎招待。咱即马要用奉献来接续咱的礼拜。会将请起立来做奉献的祈祷。亲爱的上帝阿爸爸，阮感谢你丰丰富富伫旧年，互阮有够用的穿食用。你知影阮的需要，阮谦卑伫你的面前，将阮的时间、阮的财情、阮的金钱、阮的性命，拢奉献予主，做主圣工的路用，求主感纳。安尼求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阿免。会将请坐，接续即马请蔡牧师来主持就任式。咱即个时阵要来进行即个咱的国委员会的信徒委员的就任式，咱请这个信徒委员会当起立。请咱的信徒委员来到头前吼。
信徒委员的名单有写伫咱的周报内底哈。来，看往这边哈。好，咱即个时阵要进行这信徒委员的就任式。首先，牧师要来问恁，恁就照恁的心意，诚实来应答牧师所问恁的。恁有要接受教会各委员会信徒委员的责任？你有确信这是来自上帝的调命啊无？你要领受这个职，你得挖靠教会头耶稣基督，独独尊伊做主来尽你的职分。恁有要安尼行啊无？这个时阵，咱同心来祈祷。求呢主，你伫教会中间有设立无共款的委员会，来服侍众人，来用光你。阮伫教会的中级以外，也邀请有恩赐的兄弟姊妹投入无共款委员会，成做信徒的委员。愿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因。坚固因手所做的工，透过因手所做的工来荣耀你，也互真侪人领受祝福。愿恳求主你，互因伫服侍的过程中间充满信心，凡事倚靠你，也互因因为所做的服侍、所做的奉献，来领受主大的祝福。愿恳求主你赐福保守，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当我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双联教会小会官兵设立恁做各委员会的信徒委员，恁着谨慎恁本身以及恁所做，常常注意关心这个事，尽力伫主的工来归荣光上帝。阿门。好，请恁向后转吼。咱先拍谱来祝福吼。这个时阵，咱要请一个代表来接受因的任命书咱请朱安美老师这信徒委员因拢无领任何谢礼所以佫足尽力的所以咱爱常常替因祈祷也愿上帝亲自赐福看顾因咱佫一遍拍谱来因祝福。今摆要来报告，请大家掀开周报第4页。等下咱这场礼拜以后，马上要召开2008年度的定期会员好会，请大家留步参加。农历春节的时间，2月初4到2月初9，咱旧历年假期中间若有代志的，请甲四牧师来联络。第4点，周报时间，若要伫2月初3到2月初10要刊周报的，请决定爱伫1月28即礼拜一中昼以前，甲要刊周报的消息交到办公室。第5点，咱野外礼拜3月初3是咱本会野外礼拜要去淡江中学。掀开第6页，装边的课程，祈祷时间的训练的课程，祈祷带来改变。即摆已经上了第3节啦吼，还阁有一半的课程，请
大家若有时间的踊跃来参加。各台岛的事工，请大家看有身体欠安的兄弟，请大家注意来台岛。接下咱请蔡牧师来欢迎来宾甲牧养台岛。牧师来介绍甲咱做伙敬拜的来宾。第一位是即个张秀清园长，甲伊的后生、甲新妇、甲孙仔吼，伫后壁吼。这身后幼龄园的园长吼，咱去年有牧师带咱的中就去伊有来咱做真好的分享吼，多谢你吼。阁有曾英辉夫妇吼，这是司礼长老的朋友吼，从美国来吼，欢迎欢迎吼。另外有高玉洁小姐哈，高玉洁小姐，唔知这里倒位，哦，在后边哈，欢迎欢迎哈。其他到第一遍来教会，无甲大家介绍着。好，咱等下请这贵宾会当到咱的贵宾席去哈，咱做这进一步的教大家介绍。这时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聚集伫你的圣殿来敬拜你。透过你的话，搁一遍得到激励，恳求你赐福保守看顾。阮中间有肉体软弱破病，求主你亲自医治。阮中间有心神软弱的，求主你亲自安慰。也互阮所有兄弟姊妹当学习彼此相听的心。阮伫你的听内底不断成长，不断进步，也互阮伫你，因为你的听，会当将即款的好消息分享出去，成做合你心意的教会。阮特别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张秀新园长甲伊的家庭，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伊，互伊所经营的幼龄园得到主的重用，成做学生甲家长真大的祝福。我也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互曾英辉夫妇，因出入拢得到平安，无论伫国外国内，拢会当领受主大的祝福。阮要将高玉洁姊妹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伊，互伊身体心灵拢得到主的看顾，互伊更较明白上帝，专心倚靠上帝。阮恳求主，你也赐福阮在座所有兄弟姊妹。我因为信心的缘故，领受你大的恩典。我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下要来上演509首，俄罗天伯万福本愿，请会众起立来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请坐，庙岛谢温将受差遣。